各位乡亲，目天一路向前走，等伊停落来，回头一看，将梦城已经远远伫后壁。这一摆，伊真正离开伊。目天搁看故乡一摆，这是伊出世长大的所在。有厝的人，有朋友，有真侪回忆。心内虽然毋甘，毋过愿望比毋甘搁较大。重担犹原摆伫身躯顶，前面的路也未完全看清楚。毋过目天已经毋是早暝迄个目天，因为伊开始相信上帝。将梦城愈来愈细，最后消失伫地平线。各位乡亲，人生真正的新旅程，就是对这开始。远远的光犹原照耀，目天一步一步向前行，伊的心已经决定，毋搁回头。目天轻声讲：“主啊，求你带领我愿意跟对你直到落尾。”各位乡亲，第一步发现重担，到这过一段路，重担也未放落，毋过方向已经正确，天路。今仔日才真正开始，要知后来安怎？咱第二步继续讲落去。